阿某啊，某啊，师傅，什么代志？啊，今仔哪无送药水来啊？药水。师傅，啊你手都好哩哩啊，敢有需要搁食药啊？就是啥物来讲手好，就免爱食药啊。我若无想要食，我会甲你讲，去摕。师傅啊，你食迄个药啊食较调的啦，吼，哪有人甲药啊当做第二啉的啦？你即马这啰嗦啥的，坚持啦。阿坤啊，坤啊，师傅，师傅你做啊？你甲选这是啥物茶啊？啊？同款啊，我大家拢是安尼泡的啊，我要啉的都毋是这个茶啊。大家拢是安尼泡的啊。啊，啉原来无共款，啊，我去传，我去传。是。啊。师傅啊，下骹手人太不酒哦，是我这做总管的无好。我专工送茶来给你。师傅，你啉看卖是不是这个？哇，你这什么茶米啊？那足合我的胃啊！啊？这个茶米甲迄个茶米是共款的，是讲我特别伫内底加一项秘方。加秘方？虽然阿南啊，你那放水莲出来，是不是水莲已经将用毒所代志交出来？你无交了，伊无交，你放伊出来？我想要放相就放相啊。虽然你落去。哇，你即马这是什么口气啊？你唔通想讲你做总管就硬无大无小呢？我也无想要互你做，你就免想要做啊！凊彩你啦，我根本就要去喊总管这个位。啊？你无咧稀罕总管这个位，安尼好，我会用个互你甲原本共款，我等于做罗汉卡。罗汉卡？是惊我要做罗汉卡，这张纸啊，伊袂答应。梁道士，你这小子，你这叛徒，我早就看得出来，你唔是一个好人啊！你莫孤照比无尾，你嘛共款。你唔通想用道士在你的手头，你就通接受千万下呢？我甲你讲，顶面若唔是你的名，迄张用道士就顶甲无路用的纸共款啊！报告连主，等我打人家。紧请入来。是。阿兰，你什么人就用得得罪，你就用得得罪。也人，你会后悔。大贤啊，你了了真拄，紧甲阿兰抓起来。给我抓起来。是。抓起来。哎，大贤啊，你哪抓我？无唔对，我今仔日要抓人就是你。大贤啊，我是犯什么罪？你哪要抓我？伪造梁道士，侵占别人的财产。我无伪造啊，真正梁道士在伊身躯顶，你用个甲敲啊？好啊啦，到公堂上才来讲。阿走，我去，你这大人啊，大人啊，大人。这大人啊，有话我讲嘛，大人啊，将军，大人，行啦。阿爹，大人啊，小弟，小弟，阿爹，你是安怎？发生什么代志？救我爹，救我爹！大人，借问一下，我代志犯什么罪？你要甲你抓起来？哼！顶面5万有看过你老爹伪造梁道士侵占别人的财产，因为无证，所以一直压掉。今麦已经有人出面证明，都应当甲你老爹抓起来治罪。谁？是谁出面证明？是我。阿兰。梁兰，阿爹就是叫阿南陷害，真正梁道士就是叫换去的。大人，你有听到我爹讲的话啊？梁道士是叫阿兰调包去，好伊换去，伊人伫遮，你紧甲敲。免敲我啦，我即马就已经摕出来。
大人，我并无偷摕哦，这张图书面顶写的是我李宗南的名。这顶面写的是李宗南的名，咱的清源社的财产是梁道和李宗南，不是你啊！想会到你早就咧甲我设计，你这个小人，你绝对无好买你啊！别讲遐多啦，阿走！喂，勇男，你要救我爹！勇男，你要救我爹啦！勇男，你唔免话啦，人已经走啊。阿兰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你帮我爹刷好不好？小姐，你甲我看了伤厚啊啦！我是一个平凡老百姓，也毋是官，我有啥物材料叫你来爹？我知影你一定有办法，你一定有办法。向兰小姐，啊你毋是一向拢高高在上，想要甲我破水就甲我破水，想要甲我骂就甲我骂，哟！啊今仔声头变这么低，我哪受当会起啊？过去的一切拢是我唔对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你手势举较悬的，帮我爹刷好不好？我求你。毋是我唔救啦，是我无迄个才调。阿兰，阿兰。过来了，恁早起来送食物件来啊！勇男，阿爹，阿爹，哎呀，爹哦，是向安呢，你来帮我打电话。勇男，想来到咱爸遐，见面是踮伫这个所在。对啦，阿兰即摆咧外面变啥样？阿兰有迄张牛图书，即马已经是清源社的社主啊。这得死你啊！阿爹，我早就甲你讲过啊，阿兰哪会当反背家己的兄弟，哪有可能对伊死忠啊？你就是毋相信我。我绝对袂放伊煞。伊若是讲有清源社，伊就当安怎？你也知影咧，带紧我一共款甲收起来。我困机眼的线会遮尔大，我毋知伊对我安怎。但是我相信，到时伊就死甲真歹过。阿爹，你莫搁甲阿兰斗啊！阿兰甲蔡社主无共款，蔡社主虽然讲个性较冲动，啊，毋过伊的心地善良，无啥物心机。阿兰就无共啊，伊这人个性真阴险，而且手段阁良毒。阿爹，你无伊的办法啦。我不爱相信，我不爱相信我裤袋中无伊的办法。这是自保箱甲房地契这锁匙，你转去该拍开，将珠宝甲房地契摕来还。你要做啥？向南，阿爹这回就讲，阿兰来送偌济物件，互这同伴。我若无送的物件，便宜阿兰较济呢，恐惊我就无法度扔出去。向南，阿爹交互你锁匙，一定要好好保管。阿爹会当出去，袂当出去，都要全部拢看你。阿爹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甲你救出去。小姐，饭菜拢认领啊啦。对，阿爹，我今日伫个角落内底食无好，今日做饭菜来啊，紧等小姐。来。向南啊，这饭是谁传的？哦，是阿玲煮的啊。阿玲，你煮饭菜的时阵，有人入来走头？无啊，是安怎是？真实是无。敢会你无注意的时阵，有人入来你唔知影？我自头到尾拢伫咧灶骹啊，嘛确实有人入来啦。阿爹，这点我会当证明，是我亲目睭看阿玲煮的。是安怎是？无安怎啦。对，龙兰，
你们上警察来时阵，有人卡过无？有啊，我才有检查过啊。阿爹，是安怎啊？我惊人饭菜甲下毒啊！哪有可能？那无可能啊！阿辉若毋是病重，早就叫人毒死。有这款代志？阿爹，这是你，还是阿兰的主意？还是恁两个斗阵想出来？阿爹，我知影做查某囝的人无应该安尼讲你，啊，不过你嘛想无应该啊！你为什么就一定要伫阿辉的性命咧？你看，就是因为你较早来对头阿辉，即马咧，连阮煮的物件你都唔敢食。老爷，无法当去停止啦，我还真细哩，袂好任何人当着。免啦免啦，我即马无胃口啊！我家想要啉药水啊。药水？什么药水啊？手受伤，食退红药水啦。阿爹，你手即马安怎？良好啊啦。啊好啊，哪会搁啉药水？我就想要啉啦。兄来啦，你顶叫阿某啊，抓一碗药水来互我啉啦。啊，个阿南哦，伊迄地内面迄个冰哦，嘛足特殊，足合我的气咧。特别变远的药水。好啊啦。你紧转，叫阿某啊，紧传下药水来，愈紧愈好啦。好。小姐，来，我们该休息了。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是我虎爸啦！向来小姐，虎爸，地大。兄弟，我问你，阿辉即摆人好无？伊有安怎无？伊真好，伊的冤困拢面洗清啊。哎呀，阿辉无代志，阿辉无代志啊！向来小姐，迄天我看你去用太一刀，我心内好多烦恼你有安那无？即摆看你规个人好好，我就放心啊啦。已经好真济啊，多谢你的关心。兄弟，我真无了解，伊讲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假使讲我若是死啊，阿辉就是你的啊！虎爸公主，我还阁有重要的代志，我连工再阁找机会来看你。向来小姐，到底是因什么代志？你那爹为什么会关在这内底？再讲来话头长，以后有机会再甲你讲。小姐，xã會即擺安怎？红关伫大楼内底，代志哪变甲安尼啦？厝内底敢有阿爹平常时啉的药水？有啦，阮拄仔要倒转来，啊，拄仔袂赴转互师傅，啉就出代志啊！那安尼紧抓一寡甲送去。哦，阿贵啦，紧遐转起来。是。你还阁留伫遮创啥？你即马毋是清源社的社主，那安尼你应该去清源社，为什么阁留伫阮昆怡园啊？我嘛是昆怡园的人啊。阮正义小庙无法度拜你这尊大佛，阮昆怡园无在就请你这款总管。有听着无？你这个卑鄙小人，你已经向死头路啊啦！赶紧出去！小姐，你放心，就算讲师傅无伫咧，我也帮赶快保护你的安全，没有别人欺负你。哎呦，我真使人感动啊！阿旺啊，拄则你叫阿坤去转药啊，袂记摕一股水去转啦。迄是什么水？什么水啊？就是连煮一工无啉，就会一直下去的水。你是讲这是鸦片水？你甲即摆才知啊？枉费，枉费！你是昆怡园的大地主，一点仔见觉都拢无。这几工，你就是用这鸦片水转药互恁师傅啉，你知无？无怪，无怪，逐摆你转药是拢有人变鬼变怪，原来就是你。你是讲，你用阿爹啉的药水根本就是鸦片水？你讲了无唔对？你是个卑鄙小人！小姐，你就是你，我是以前的大小姐，想要拍人就拍人。我甲你讲，我唔是以前阿南啊啦，你就较站站的。这边就准算，无后边啦。小姐，靠！我甲你讲啦，你若想要替人出头哦，
当副导人较好诶。你这个人一定无好尾，一定有报应。我不过是用伊对付蔡经理迄套对付伊尔。若是要讲到报应，伊即摆下场毋才是伊的报应。你唔通伤嚣摆，我会用尽我所有一切办法，把我爹救出来。等我爹救出来了后，我再好好对付你。有才调做你来，等。小姐，哪迄师傅要下药啊？还要搁怎？自今日开始，绝对袂当互我爹搁放着一滴鸦片水。你啦，你伫遐创啥？后摆若无我稳准，袂用随便入来。啥？我敢有听唔对去？哎，你较差不多啊。伊若会知影啥物叫做差不多，伊就袂安尼做啊。你听好清楚，这是阮厝，你无权利安尼做。我甲你讲啥物是权利啊？嫂，我已经拢换过。这沓纸，纸头是我的名，纸尾嘛是我的名，这就是权利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这沓纸，纸头是我的名，纸尾嘛是我的名，这就是权利。你敢知影？伫我感觉内，啥物罪上重？第一，偷看人的牛；第二，霸占人的藏父母囝。你安尼做，根本来自找死路。啊！你敢知你那爹啥物事拢假头？讲的是冤主，讲的是偷人，不如讲的是一个恶霸。我今日安尼做，毋是叫做霸占，我是替遐互你那爹欺负的人讨一个公道，这有啥物毋对？依然，我了解你的心情啦。你若有才调，都甲我抬死。你若是倒拄落，我就死啊！只要我死，恁阿爹就会无命。我通啊活到今仔日，拢算是赚着。我敢死，你敢教恁阿爹无命？安怎？你唔敢是？啊，你连杀人都唔敢？后摆啦，莫甲我讲啥物权利。这件事以后就拢我做主。这条相符，人伊唔知会去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阿兰，你是安怎啦？我是倒是点无比较好，我是倒会比较差。你讲，倒是点，倒是点嘛？你是咧讲啥嘛？阿辉，阿辉，我讲的是阿辉，你听到无？我是倒是点无比较好，你讲啊！你无啊？你伫我的心目中，你是上好的。你讲的，你甲向来无同款，你讲袂错。
你既然遐尔重视香兰讲的话，你啥都要问我？这是因为我比阿辉较好。若是我讲的无准算，你是安怎一定爱我的答案？我要你讲，我要你讲，我要你讲老实话，讲啊！我讲的拢是老实话，是你家己无自信，别人怎讲，你嘛是袂相信。你敢讲我无自信？你来跟我讲这话啊！我知影，你一定是踮咧向人遐受到真大的委屈，你才会走来找我出去。啊，不过我为了你受这尔多的委屈，你哪当你心来对待我？你搁哭，你莫哭着落哭无？我上讨厌爱哭的查某啦！我莫哭，我莫哭，你莫搁生气啊！即摆所有的代志，拢按照你的计划顺利的进行，你所有的心愿嘛拢达成啊！你讲的话，当时要我一个交代。什么交代啊？你讲，你的代志成功了后，你互我一个交代，你会对我负责。啊，你现在着急啥？生活啥关系我拄好较接受，还有新的代志需要去做，我哪有时间管这个？老辉啊，你是咧想啥？我是咧想，地大个虎爸为着我的代志，即摆搁伫大楼内面，妨害公务的罪名大细，全看同伴一个人伫决定。我想要传一寡钱，来甲伊拍一个关系。不过你嘛知，我的身躯落。后悔，你袂去晓阮遮的朋友遐？来，这你摕去，这应该有够去换虎爸兄妹仔出来。老姨啊，你若当作我是朋友，你就收起。好，真多谢。这份情，我会永远藏喺心肝内。紧去啊！那我来。好。哎，大孙啊，你去坐啦。坐。啊？啊，今仔应该爱跟他讲恁的婚事啊。到底安怎你无讲？慢啊！啊，当人也无开嘴啊！你去做小弟，安尼一直催我讲啊，我是要讲啥？哦，我了解。大水啊，你唔惊着我？阮只叫你亲自来求婚啊，紧啦，紧甲求婚啊，紧啦！袂用日。啊？袂用日？即马甲查甫共款呢？较早是阮只伫咧丢毒啊，即马你若开嘴哦，就妥当啊啦。我即摆上什么都无啊，连安顿新娘婿都无，凭啥要求婚？大师兄，阮只也袂甲你计较这啦。只要恁两个若成亲了后吼，倒来我遮，阮的厝就是你的厝，大家一家大家对不对？慢啊，多谢你好意。不过我当两个查甫囝，爱靠某囝食穿，我算啥？我咯，你敢知影啥物是查甫囝？哈？你想我是较早迄个安尼大家大业开钱拍手，迄个叫做查甫囝？较早迄个卡袂着，就安尼起骹动手，迄个叫做查甫囝？啊是亲像以前为着食阿片，怎啊安尼倾家动产？你到尾都沦落去困倒来，露头露尾，迄个才叫做查甫囝是无？真正查甫囝毋是安尼，真正查甫囝是迄个为着戒毒，喙去紧咬的，伫咧破庙内面会当啉来迄个串金，迄个才是查甫囝。真正查甫囝是迄个会去你过去的教师，你唔敢搁再犯错，迄个串金才是真正叫做查甫囝。我介意的，就是这个串金。大师兄，阮姊的个性就是安尼啦。阮姊啊，假使讲若无介意你吼，你举倒甲气暗棍啊，伊嘛无可能嫁你啊。阮姊啊，介意你，就袂去计较遐尼啊济啦。有啥物代志拢坦白讲出来。但你是你丢丢啥啦？啊？我较早当一个一社之主，爱啥物有啥物。当风光的时阵，你唔答应我。我即摆啥物拢无啊，你敢接受我？
你若这讲，大孙兄，你莫搁讲啊！我问你咧，你敢愿意互我为着你，当这来为青海社拍拼？愿意啊，我当然愿意啊。啊，不过，你敢肯对我食苦？我当然嘛肯啊！我唔惊食苦，为着理想，为着目标，食苦是应该。好，原谅，我一定尽我最大力量，拍这片江山献给你。大孙啊！安尼就对了啦。既然恁两个瞧好一个决定啊吼，那安尼婚礼的代志交代我来办了，恁两个翘脚等成亲，安尼就好啊吼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伊是安怎？哪会一直爱伫后厅甲我见面？大人，有一寡话伫公堂无方便讲啦。我迄两个朋友帝大甲虎爸为着我的代志得罪大人，请大人手洗牙关放出来。哼！因两个食好大，敢妨碍我的公务。我若遐尼简单就放因煞，后摆大家有样看样，我是要怎办代志啊？是啦，也毋过因两个已经关足侪工啦，算起来嘛是受到天罚啦，请大人留我一个面子。好，对啦，这一点仔意思，请大人收起。大大，你敢甲我好势？大人，你千万莫误会啦！我这两个朋友因为误伤着关爷，我这点仔钱是互关爷看待夫人。哦，那安尼，我就替因家收起来。是念着因两个是初犯，我莫甲伊计较。你放心，伊先转去。过2天啊，第大行副爸就会用转去啦。落还阁几工啊？兰辉，你受看啊！你一来我就放人，唔知影的人叫是我得到什么好处？这种罪名我是唔敢担。你先转去，过2天啊，因两个自然会转去。是讲，大人，我即马会当来看我的朋友，先算看阿冠了。阿冠啊，早就出家转去啊。出家？喂，有人来看你啊！阿辉，阿辉啊！阿辉，有吧？对头，安怎？你辛苦。无啦，你无代志就好啊，这要算啥？阿辉啊，你是来叫我的是无？是啦，我已经拍通好关系啦，过2天啊，恁就会当出来。哈，也搁会等哦。我嘛是无办法，搁恁来几工啊啦，吼。阿辉，这足可怕的，有一个犯人就伫咧遮，互人抬死呢。你家内面互抬死？无毋对啊，迄天吼有人来探家，阮两个伫咧遮吼，敢若听着声，去讲阮来发现的时阵吼，人吼都已经死啊咧。啊，可有哦，咧探家的人看起来敢若亲像阿兰。阿兰？无毋对，我介绍阿兰。我问你，互抬死迄个人是毋是叫阿冠？阿冠？对啦，我听迄外省吼，拢叫阿冠对啦。对。咁我真是阿兰做的。阿辉，啊，可有哦，向咱阿爹嘛，互人关伫咧遮呢。苦元素，苦元素，苦元素。苦元素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来互关起来？阿兰这特死，将我对家手的这青云社家吞去，搁买通通话，讲我是为做这梁大叔，侵占人房的财产，用这理由来甲定罪的。是啊，这种代志。阿辉啊，我拜托你去昆明甲我走一撮，看阮查某囝吼，人命准备了安怎？甲张队长消息都无，我实在是足烦恼的呢。哎，大孙啊，
这个位你安尼甲坐咯，敢讲你唔惊阿南看着？免惊啦，这个位早晚是我的啦。对对对。阿哥啦，会坐。会坐啊？嗯。阿辉，你来创啥？我来看向南，伊人。你讲看就要看，你当这是恁兜的灶卡？出去！阿无，我伫大楼见到恁师啦，恁师叫我来。阮师？阮师即摆人安怎？伊精神无啥好，得烦恼恁小姐的安全，才会拜托我来看卖。阮小姐安全有我阿某负责啦，免你烦恼啦。阿辉，阿玲，恁小姐即摆人好无？唔好，还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昨日去看伊啦，互伊家己讲，你对我来。免插，回去乱食较有咧。小姐，紧开门啊，小姐。小姐，阿辉来看你啊。阿玲，你无好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无啊，我真好啊，你找我什么代志？你那爹，我叫你回来准备钱，我等无你的消息，伊真烦恼，才会叫我来看卖。这是我家己的代志，免你管。你哪安尼讲话？听你这个口气，敢你亲像说阮人？阿辉，你紧走。你紧走，我要来休困。龙兰，讲迄大路内面的是恁阿爹啦，我拢伫替伊烦恼，什么你做伊的查某囝，啊你亲像甲你一点仔关系都无。小姐，你是安怎要甲你的委屈拢讲出来？阿辉是你即摆唯一会使相信的人呢。阿辉，我拜托你，你紧走，你走。我唔走，你唔讲理由，我绝对唔走。贵英，即摆已经不是我当做主啊，安尼你有明白无？紧走。你无当做主，安尼是谁会当做主？当然啦，什么人来讲遮尔久啦？哦，我俩准是什么人？原来是你啊！歹势哦，我你去穿一领衫出来给你招呼。唔免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哦，我俩准是什么人？原来是你啊！歹势哦，我你去穿一领衫出来给你招呼。唔免。你到底要甲接无那条是你怎么会你讲啊？你放心啦，我要得到你陆强的手段。歹势吼，啊你这边跳落溪水，洗袂清啊。小姐，小姐，咱即摆要安怎啊？阿丽，咱来走。要去倒位？凊彩去倒位拢好，咱袂留伫遮。叫我了伊袂去，咱就离开。是啊，啊卡生伫你的身上，你若要走，我哪有多管？你走，你若走，到时阵我要甲你来遮办丧事，是要倒位找你。你要讲啥？你若走，你若爹一定爱死啊！到时阵我总免甲伊的尸体凊彩包包的乌一个崁就台。你敢有威胁我？我哪会敢？啊，你大小姐若是发生地要拍要骂，我哪会敢还手啦？我是咧烦恼，你若爹叫人关伫咧内底，我阁无法度保护伊。万一若是有人要甲伊害，伊就乖乖死伫咧内底。是你家己歪走的哦，唔是我甲你强迫。你出去，出去！我会走啦，唔免你甲我赶。也毋过我有一个要求，对即摆开始，我希望你随时拢会当互我看到。要若无哦，我这个人疑心重，掠准你小姐阁无去，到时阵你若惊若啥物三长两短，
我是无法度负责任。好，阿伟，阿伟啊，阿伟，你是安怎？面色迄遮歹看，发生什么代志上？阿伟啊，是毋是咱钱开无够，通房门肯放地大甲好拔出来？啊？阿辉啊，到底是安怎啦？安尼面啊面错，来来，啉一个茶啦。想找我，就在家做得出来。阿辉啊，你别想到，阿辉啊，来家做得出来。阿辉啊，阿伟，阿伟，好啊！你进来啦！你是安怎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对不起，用来红毛大人，千万是啊，军医的总裁三个小白拢伫遮，请大人过无？伊遐紧就将照婆仔砸来，啊！这边会当遮尔简单，甲副台长关起来，拢是靠着大人甲我大力相助，我会加台湾。李长官，对，你社主嘛唔对咧，你即摆是千万社社主，如果是军医的恩主，我真正是唔知要安怎称呼你，才袂失礼。大人啊，你伤客气啦。不管是恩主也是社主，伫大人的面头前，我李宗南永远拢是一个老百姓。大人若是反悔一声，我哪会敢唔照做？所以大人若是叫我阿南就好啊。你伤客气啊！哈，伤客气。坐。对啊，大人啊，拄则你讲的，嘛确实一个问题，我等你想一下。千万写甲军医的，若是合并了后，是毋是要改一个名，大家较好称呼？这应该咯。也毋过，那小包，哎呀，迄小包我唔免看啦。啊，千万社和军医院拢总的财产是偌济，大家心内有数。我相信你。多谢大人对我的信任。大人，这是进前要答应我的迄份，请大人你查询。以后若是有新店要开，我会真紧把小包写出来，来送给大人。你个人真正是守信用的人。大人，是讲我甲应该互你的拢互你啊，你是毋是会当伫这两张字句顶头签一个？安怎？我要签收据哦。大人，虽然咱拢真守信用，合作了真好，也毋过哦，我毋敢保证以后我若是无伫咧，我会惊孙是毋是守信用。像这两张字句，将来我的囝孙就袂用你反悔。哦，你讲有咱有道理啊，我来签。啊，你遐坐几暝，这个讲了，真个足掠讲的啊。啊，等下千万少看到向人家人，莫我会生气。来，我陪你啉一杯。平常时吼，我是无赞成人笑笑改笑，啊，不过我了解你真个心情。你需要酒？我无需要。你无需要？好啊，那咧我问你咧，你要找的人是富爸呢？乡人你欢喜要对什么人迄是个罪？你是咧甲人掠讲啥？我啊？关小姐啊，即摆军医院落在阿南的手头，区员主搁伫大楼内面，乡人就甲阿南做这个袂见效的代志，我看袂做啦。你看袂做？干嘛呢？你根本你也无咧烦恼军医院的前途啊啦，你嘛无咧关心区内中的死活。其实你心肝的真正挂心的人是乡人，你即摆是伫咧烦恼乡人，你伫咧食醋啦。我无啦，你乱讲。有无你家心内有数？我甲你讲，我无啦，无啦。你敢看我白手讲无信？阿辉，
以前我总是感觉你甲向来是上处分一对，啊，不过可惜你觉悟了伤歹。对不起啊，那你讲，我即摆是要安怎？既然向来伊就决心要对阿兰，这段感情你就将伊放袂记，好我对待好吧，吼。阿辉啊，我安尼想来想去吼，嘛唔相信讲向南的甲阿兰啦。这向南的个性本来就唔是安尼咧。是我亲目睭看的，我嘛唔相信。是讲吼，讲嘛足奇怪。既然向南对阿兰啊，应该会甲咱嗲叫出来，哪有可能搁关咱家家内面？哎呦，大事呢，阿兰的心肝遐尼啦向啦，免哪有可能讲甲区台中放出来，甲你小姐开语言啦。我看吼，区台中若要放出来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。哎呀，什么代志害啊？阿权啊，阿权你大楼内面叫害死的，我听虎爸甲地大讲，讲这凶手猜就是阿兰，这件代志是真是也是阿兰做的，安尼区内中就危险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我输你啦！大林啊，这区台中官邸内底，你有先拍算？哪有啥物拍算？啊，伊的罪名唔就是伪造梁大师侵占别人的财产，我也袂应该刣死啊！加加是甲伊越规当啊尔。大林啊，区台中是一只老狐狸，你千万袂应该放出来。无啊，南哥，你的意思是？无啦，伊的罪名不抵死啦！我若真正甲伊刣死哦，这件代志啊，拖到顶面去哦，我是担当袂起的。无再讲，即马钦差大人哦，已经微服到台湾来啊，无抓到即阵哦，就已经暗中追着我咧，我袂因做甲受超过啦。你若甲放出来，伊若唔甘愿，到时阵反倒咱甲你告。你爱知，你有真侪代志拢落伊的手头，到时阵你是走袂去。无当讲，即马你有啥物办法？到时阵你就知。副代表。你这小人，你，有在你来出来搞拍？你唔是讲我无你法度，你若我出去，我绝对无帮你干扰。你当初你该当出来先。何大友，你想创啥？想要创啥？你真紧就知啊！喂，区代表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阿兰。你哪伫遮？歹势啦，本来无想要你死，既然你拢看到，我就无可能去活你遮。我来，我来一个啦！我为什么想跟你关系？啊！搞你！为你今日遮拢会死，除了我以外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，为你来弹。